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礼拜除了在政治界咧关心着过党是毋是出来参选以外，佮关心着台湾的国际债务是毋是愈来愈悬。讲到这个国家债务，那亲像一只大枪，正人摸是正人讲甲毋正样。有人讲是敢若大水管，有人讲是敢若条啊一大堆。到底国家债务是安怎一回事？是啥人咧白贼，也是拢无咧科普？咱今日好好来探讨。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的立委蔡叶宜，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台湾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大家晚大好，我是王慧。第三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这个国家预算，或者是讲国家债务是安怎一回事？甲你的生活有啥物地带？你敢若知影讲，人甲你讲，你一个人就爱派偌济笑，如此而已吗？台湾的精简计划，特别预算等等的财政议题继续差。国民党立委詹明忠批评蔡政府，讲甲特别预算又要搁要来记载一条字甲一条五，下一个会期呢，搁会提出这个案啊，要甲抬掉。民进党的立委呢，曾水雄就来讲有人质疑债务内面啊有藏着这个特别预算，这是超过去误解，逐条预算拢经过立法院的审查通过，也袂当讲要抬就来甲抬掉。伫这份各界拢伫咧讨论精简计划甲特别预算等财政议题，总统蔡英文几工前才否认国民党批评其坐留互子孙。国民党立委崔捷搁再批评蔡政府，即期特别预算常态化是替政府鼓势找借口，而且精简计划只要是拄到民进党这边的管区，就拢转做绿灯。为什么看到了民进党就开绿灯？相关建设经费应不应该给？应该给，但你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那为什么现在碰到选举到了以后，就用其他的方式啊，然后那地沟倒菜都说我们有潜藏的预算？好，那请问一下，潜藏的预算在什么地方？请国民党党团讲清楚。国民党立委詹明忠讲，特别预算也袂估计一条2到一条5，后一个会期会提案三读。也佮要求财政部长曾翠云要讲清楚相关议题，无排除要邀请伊来做辩论。1兆2到1兆5的相关的举债余额，他不想借，也不承认。我们下会期国民党党会提案，把这个举债额度删掉。这种讲法是好像把立法院当成一个竞技场，讲得很有创意啊。讲这种说把预算通过了，要把它重新要把它作为删除，你怎么来删除？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是批评政府将特别预算常态化是做假笑，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认为相关指控关系到台湾伫咧国际上的信誉，要求假讲的人就要提出明确的证据，若是提不出证据就应该道歉。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看到新闻大，你先唔通转台啊！你听讲哇，这讲甲安尼飞天遁地，到底这国家债务到底一回事？但是你当然有听到两字，讲有超工唱这个预算内面，先来对这个议题来讲起到底这特别预算伊唱伫所谓这个预算内面有算做债务无？这有算伫内面无？这爱先来厘清着，要先请着蔡委员来甲咱讲，因为我根据我所在，我也去家己查资料，这个所谓的这个债务的比例内面尤其特别预算的。要甲你照，还是咧债务的限制控管内面的这个内面讲第2条特别预算你要照钱，要依照着公共债务法纳入长期债务，也就是讲，你不管你是特别预算还是经商门的预算，拢爱算作债务。无毋对，是毋是安尼讲？咱应该安尼来看啦
这个中央政府的预算吼，就分做两部分，一个就是讲，这个就是每一年度编的叫做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吼啊，这总预算啊，这边叫做特别预算，啊，特别预算就是讲，咱可能针对目前较特殊的状况，可能是为着要准备，啊，也是讲为着拄着这个 COVID-19， 拄着这个疫情的时阵，啊，也是讲过去为着要治水，啊，有这个莫拉克的特别预算，啊，前瞻的基础建设，这叫做特别预算。好啊，总预算内底吼，嘛是举债借务，好啊，所以咱来看吼。啊，以过去为97年，咱开始来看这一个总预算吼，加债务举借啊，债务还本，这是总预算的部分。啊，你来看这个数字足清楚的，就是讲，伫97年、98年一直到104年咧，啊，这个总预算的部分吼，税出甲税入差不多拢是税出大于税入，就是几档咯，延续起来吼，政府拢无趁钱啦。政府无趁钱，就是讲，原则上我政府可能要甲你开2条，啊，毋过我甲收到1条8000亿，安尼等于我今年度的总预算我了2000亿，吼，啊，毋过这个2条内底有可能部分是借钱来的。吼啊，当然这会借钱呢，啊，政府嘛会规划讲，我今年度我按算爱还偌济钱，吼啊，安尼话你看，借的钱比按要还的钱较济，安尼就是讲我今年度我不但吼趁无遐济，啊，而且我都借的比借的都比还的都较济，去年的利息都爱还，对，去年的利息嘛是爱还，迄拢爱编伫内底，所以啊，安尼的状况之下，就表示讲今年的政府总预算是亏损的。好啊，我要怎要大家强调的，就是讲，咱看到差不多为106年、107年安尼一路来。吼，你看107年的时阵，政府咧，伊的税出甲税入咧，税入就已经比税出已经加1100亿，啊，一直到108年是加到1207亿，到109年是加1303亿。1010年就是疫情的时阵，这个时阵已经增加到2979亿。啊，到去年去年就是台湾经济真正互咱大家拢错一条的一年，就是咱的预算加出了4993亿。就是讲每一档咱收的拢税入比税出就已经加伫遮哦。啊，再来注意看，咱为117年开始，咱政府就没有在编列，在总预算有去做有去举债，借钱啦，有去借钱，有去借钱。所以你伫安尼来看起来，咱都照着咱原本编的债务还本，就是讲每一档咱都爱来还钱。啊，所以你看伫110年，咱到111年的时阵，咱分别是还掉1200亿甲1500亿。都超出原本预期要还的，啊，当然这是总预算，安尼总预算表现真好，啊，毋过当然相对这边有一个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就是拄着特别任务、特别状况的时阵，啊，尤其咱伫 COVID-19 的时阵，咱嘛有用特别预算，嘛有加编了真侪钱，啊，这个钱安尼夯不啷当加起来啊，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的，就是讲，咱这个特别预算啊，造成了整个政府的。这个负债啦，伫马英九的时代，伊拄好，伊为97年开始，啊，一直到105年结束，咱的这个总共的债务啦，马英九的时代一开始是3条6644亿，啊，一直到伊落任的时阵是5条3988亿，等于讲伊伫马英九这8档咧，增加的总债务是1条7344亿。就是咱这图表顶头。对啊，蔡英文的时代当然嘛是这个有增加，唔得增加4000亿，增加4000亿，啊，这是特别预算门，啊，所以你若安尼读起来，你就会使发现讲，因为咱伫这个总预算，就是我拄仔讲的这个这部分这个正手这边咱遮是拢有在行，啊，伫这个特别预算的时候有借，有差不多借4000亿，啊，所以主要因为安尼起来，主要变成讲咱。台湾这几档咱的负债咧是为过去33.0%，啊，即摆已经降到27.2%，啊，咱的法定的迄个预算的在线，就是咱会使借钱紧绷。伊即摆台湾咱的在线就是咱会使借到什么程度？40%。
所以这几档来是为33%压落来变27%，所以要大家讲的，以财政的调配，蔡英文这8档，虽然讲你有看到这个特别预算有少钱，唔得咱行钱嘛有行，咱台湾呢，这个经济体变大之后，主要变成讲因为赶快40%，唔得因为咱台湾的经济量体变大，所以这个33伊就降落来变27，在这个27的状况之下呢。即马全世界嘛有针对讲像这种在信比的国家，你来看，安尼看起来像日本较悬挂，台湾伫遮，台湾是算是足低哦。咱小等再来另外来讨论。我即摆要先甲你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就是讲，台湾政府在这8档这将近8档的时间内面，熬少钱，嘛熬趁钱，嘛熬还钱。所以咱的这个举债的这个比率降到27.2，无唔对，安尼会使安尼来做一个想吼。一个总结论是安尼啦，概念因为这都有总预算，总预算嘛是有少钱，特别预算嘛是有少钱。咱真无简单呢，咱的总预算已经是5档的总预算无少钱。这5档无少钱，这5档的总预算无少钱哦。好，我要来请陈委员来看他拄仔做这个小小的结论有符合，因为我看真侪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影片内面会咧激励讲这借钱借了真侪借流子孙，你有同意蔡委员他安尼讲？我是听起来是看迄个委员家有整理这表格真清楚啦我的问题是讲。总预算内底甲特别预算这有一个观念咱先来做一个厘清啦咱咧听起来就是讲伊在讲趁了济，嘛行了济咱先莫管趁了济的部分，我先来讲咱总预算的部分我先请问委员咱的这个一般的迄个公务预算这举债的上限是偌济？一般的公务预算呢，举债上限，你等下讲40%嘛，嘿，还是公务预算啊？还是法定预算的举债上限，图表下，就是40%。GDP 平均数的40%啦。40%，这刚好算特别预算。这算一个存量，这个存量的以前3年度 GDP 平均数为40%，特别预算，当年度总预算加特别预算，税出的总额的15%，就是伊的流量在线，所以特别预算嘛算伫内底。嘛算伫咧内底嘛咱这8档来你看咱总共蔡英文政府伊的特别预算咱总共的数字是偌济？你看我先甲大家讲如果根据我们的预算法第这个83条咱的这个特别预算只有几种重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咱头有写。有对嘛就是紧急设施或者是战争，是国家经济重大变故，或是重大灾难，是不定期或者是数年一摆是重大政事。是这届咱蔡英文政府啦咱用介济拢是介买这项无定期甲4年一届的重大政事来用这来做一个前瞻计划。对，前瞻计划不止前瞻计划啦因为包含咱的迄个像 COVID-19，大多咱委员有讲到的搁买迄个一寡咱国防的战士家啦哇，这个顶头这个战争啦，或者是经济重大灾变啊。对但是正在咧讨论的，就是讲这的项目敢一定爱用，比如讲治水预算敢是一定要用特别预算来处理。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点出来？因为这我讲的甲无正常动正常。这是虽然拢是猪肉，但是猪肉爱放这个鸡啊，你就爱放这个鸡啊。是但是我的问题是，伊这算猪肉的时候，拢爱算讲你是招来，你就爱算伊嘛是有算入去当然是有算入去嘛。但是恁在意的是讲袂使，你这猪肉袂使放这第2鸡啊，你再放第3鸡啊，互大家会看会到。毋是像因常常讲的，伊讲这预算伫咧立法院拢有讨论过嘛拢有提出来大家做审查嘛我就讲因为即马阮在野加起来，卡那加我3个党加起来拢无够民进党，比人头举手嘛举袂过有当时
拄着这重大的代志的时阵吼，如果只要一进到那个议场里面去投票，那我们是稳输的啦，稳输的嘛，吼。啊，当然你讲有升查，我一定有升查啊，吼。啊，这个过程当中，我嘛是有讲啊，比如讲伫特别预算内底，假是讲比如说咱这治水预算，也是讲咱伫个 COVID-19 用的这个钱，我嘛是有提出过。一寡我感觉无较好，嘿，有一些质疑，或者是我感觉。委员，你的意思是说，宰相武力可飞天呐，一切的意思。你若亚手讲袂使，你这个猪肉放一家啊，但是咱因民进党的亚人头。我是感觉讲，我们其实在也在表达就是讲吼，做这即卖迄个特别预算的一个项目吼。其实是无一定要放伫个特别预算内底来处理啦。啊，这条吼，我边啊，你的重点是经济学家意见是安怎？我先吼蔡委员哦，蔡委员你稍等，我先和蔡老师先讲者，就是特别预算吼，敢会使，譬如讲头拄陈委员讲，啊，这应该是，譬如讲治水，应该放伫经商门，放伫这个正常的这个预算内面，敢会当安尼放，还是讲？在法理上要安怎来想这件代志？其实我相信，当然大家会去特别讨论这个特别预算吼，是不是会当安尼编？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吼。因为我想过去我会去伫民进党在野的时阵，上尾啊迄条嘛捌讨论过，啊伫迄个时阵就是反对无成功。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吼，拄啊大家咧讲的拢是公职法内底第5条内底对着讲咱爱占咱的国内的生产物业好外几趴40%，吼啊，迄个两个加起来袂当超过几趴，这拢是伫公共债务法对，迄你讲写足清楚的，所以我想要甲观众朋友讲的第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袂当开袂了，就讲人做假笑。特别是为个委员，甲捌伫财政部、伫金管会做过，所以你开袂着讲人做假笑，啊那安尼就叫做假笑，是毋是？伫中华民国台湾澎湖开天以来，就是开始做假笑，因为拢共款一批人安尼慢慢训练出来。当然咱袂当安尼讲，像咱袂当安尼讲，因为我无证据。所以你若开袂着，就要讲人做假笑，我感觉安尼讲是毋对。这我第一个我爱做正式爱甲咱观众朋友，互大家知影。你一间公司，你感觉你编的笑，从我想的无啥共款，你就讲我做假笑，安尼你得爱甲认真去看，到底有对一个所在，你感觉无合理的，你爱讲我清楚。安尼我感觉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应该做的代志。拄则主持人讲着讲，这特别预算到底特别伫啥物所在啦？我感觉这是即马咱真侪立法委员，还是讲真侪人民可能会放弃的代志。但是这我嘛，上尾迄条你就是有真侪解说的空间。所谓解说空间，就是讲看你讲的合理袂嘛。我若住伫个饮水的所在的地区，还是讲我若住伫欠水库的附近的人，我就感觉认为我这足重要的，对无？而你做这，比如讲我若甲水，咱即马吼，咱的电视对咱南部安尼一步一步送起来北部，但是咱即马水咧，是对北部一步一步往新竹、往南部去送，啊，这你得爱做水管，所以你就需要这笔预算。啊，这个治水的预算，我嘛大家有做一讨论的方式，但是一个最明显的讲，这几档来，咱会当足知影的。我相信咱所有不管是咱执政的还是在野政党，大家拢知影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非常的，即马这个情势非常的严重嘛。啊，所以你感觉咱有需要增加咱的国防预算无？咱有真侪咱未来想要参选咱台湾总统的这候选人。咱去日本拢去拜访谁？几个讲咱来咱台湾的，对无？所以大家拢会想要去拜访这日本过去重要的这个首相啊。但是伊来咱台湾讲一句话，伊讲咱台湾得爱家己先随时做好要作战的准备。所以要作战的准备，毋是讲咱真正要去参人小事，是咱爱互家己变强，咱爱互家己变强，国防预算。战机咱就需要买嘛。老师，我请教一个吼，真小白啦吼，这个网络顶那种小白问题，就是讲你偏伫特别预算吼，两位立法委员可能也知影，就是讲你偏伫特别预算的钱是袂当散治、袂当讨论，还是讲完全袂卡伫？我讲偌济就偌济，袂当发拍拉眼，啊无是安怎爱叫做特别预算，啊一个叫做正常的预算。
是在定数上无共款吗？拢就我的理解，就我看的这法条，伊就是你拢小共爱经过行政院通过去送立法院去审查。我嘛，大家咧讲的这个特别医生，因为咱总医生就是咱有一寡，比如讲公司，我就是爱请遮侪人。我今年我就是爱调薪爱调遮悬，所以我伫遮个钱内底，我本来就有固定遮医生爱开，这是伫咱一般的即个总医生内底。但是你若有一寡临时需要爱做的代志，还是讲你即个国家整个的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讲咱伫即几档咱嘛面对着即个台商的回台啊，吼啊，伫即个情形下，当然你就有需要看你有爱去编特别医生无？你若编落了，你有哪送去立法院审查嘛？啊，当然，就拄则那像立委讲的讲，啊，我若送去审查，是毋是我的人头就比人较少？啊，我人举手举输人，但是这就是伫即个民意选举的过程之中，啊，人民就做安尼选择啊。我真歹讲，你安尼选啊，我不管安怎举手，我举输。但是我嘛有一点会当做，就是讲，当然这爱立委内底家己较了解。我看伊就党委员在立法院嘛真发挥啊。是，我要讲的就是这点，我要讲的就是讲，你伫内底，你是毋是恁即个政党，还是恁即个政团，大家拢有做伙？对着你的问题拢足重视的，你若一个人的问题无受到重视，你会当找两个、找三个、找四个人。来，咱先间家讨论嘛。对啊，看是要谈先间家讨论，还是讲要直接伫立法院讨论，安尼是较，我感觉安尼是较有法度，系啊，较有法度直接去解决问题啦。所以你若讲你过去，你若感觉讲伊真正有做绩效，你伫立法院你就直接讲伊做绩效啊。你谁拢会伫外口开来讲做绩效？我感觉台湾即马面对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讲白贼话吼，你无需要去道歉，你无需要去承认，是啥物时阵会发生即个情形？即马会我感觉，伫啥物情形人会讲你即个银行吼，你即个银行服务问题吼，你钱爱赶紧刷出来，爱刷来我遮，哎，恁囝伫外口吼用欠有够侪钱的吼，啊，遮个钱拢无法度还，所以你刷紧甲你的钱吼刷来我遮，我先甲你顾咧。啊！以后我较行你，什么集团会做这个代志？诈骗集团。对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咱其实咱若一般吼，咱的支持，若一般的支持者，大家会感觉有一寡情绪性的问题就煞。但是我感觉咱是国会议员吼，大家应该针对问题，安尼较有法度吼，真正去解决问题。无大家拢讲一个数字，啊，今仔日政府伊提出来的数字，还是讲监察院啊已经审查过的数字，啊，你拢无爱相信。啊，到底你要相信啥？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希望这边来请教老师，就是讲，一个政府欠效到底是好还是歹？因为我看真济经济足好的国家欠效欠到130%、130%、120%较多啊路新加坡嘛欠效欠足济，到底这合理无合理？国际到底是？安怎来想吼？我想要转来到咱蔡委员吼，蔡委员，我要来问讲，咱这个到底吼，因为咱即马看起来吼，你看这个图表吼，蔡英文总统是即马到目前为止吼，特别医生金额是2.955亿，但实际上还未用完嘛，还佫半档嘛，还未用完嘛，这嘛是有可能讲到时阵会行，嘛有趁。嘛有讲，我不多行袂出来，嘛有可能嘛。所以这唔是最终的数字嘛，应该安尼讲。应该是讲吼，这个特别医生既然若编出来，就是要开啦，要得用我出去啦，无你无要用出去，你讲我编出来，我要还，安尼就表示。我安尼问吼，是因为表示当时编了有问题啦。我安尼问是因为吼，小等党委员嘛会当讲者，讲。渐渐预算去到地方的时阵，地方讲我这预备款，我来自筹款，我听袂出来，我袂，迄嘛有这种状况，迄就是讲地方配合款，伊无法度配合遐济，所以遐预算算就用袂出去。像我知影混龄拢退转来。毋对，我要甲大家强调的就是讲，咱即届咱蔡英文这8档咱的特别预算有流域综合治理计划。新式战机采购，COVID-19 的这个纾困振兴，海空战力提升的计划采购2300亿，
再来就是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再来就是疫后强化经济及社会韧性，全民共享经济成果3800亿，大概就是咱的特别预算是安尼。所以大家也要检讨起来，咱要伫军事采购的这部分，我想大家应该无意见。除非你讲采购有弊案，唔都无嘛，无这件代志。所以军事采购是要增加台湾的国防安全的，这部分爱用特别预算嘛，当然是需要啊。马英九这边当伊对规个军事伊是无用特别预算去做任何的采购案，咱的时代有。再来，你讲这个流域特别治理计划对，治水。我治水的这我一定爱讲，伊一开始迄叫做迄阵贾中庭拍拼的8年800亿。易淹水地区治理计划，迄是一开始，咱要开始要来用特别预算来处理掉遮个熬淹水的这个所在。无过去你拢要用迄个中央政府的预算，你也要做遮流域的治理可能你做100档你都做袂出来。安怎讲？因为我讲我一个例就好啊。好，阮地方有一条六卡大排，就一口六卡大排，一个六卡大排了。迄条你也要为海边伫你甲差不多新港六卡，迄个熬淹水的这段，差不多爱40亿，差不多爱40亿。家己管以阮家己管到中央互阮的补助一档啦，有法度放伫这条的差不多无1亿啦。安尼阮是爱用偌久的时间，40档甚至爱50档，靠我度搭一条六卡排水搭治理又好呢。所以阮需要的就是爱有这款特别预算，来处理下的特别的状况。所以你来讲8年800亿了，因为莫拉克风灾，就都有一条流域综合治理计划，这10多亿。再来进入到前瞻的时阵，嘛是前瞻的计划内底，都打这个流域，就是迄个要治理河川呢，嘛是都坑真济。中这个前瞻计划坑伫嘉义县的啦，就超过60亿。这60亿有做6卡滞洪池，这6卡滞洪池所以你来看这届。不管是风台来雨就较大咧，过去嘉义拄着海水饱流水雨量较大咧，会淹水。阮这届阮无淹，大家当然讲天公伯保庇以外，咱嘛是感觉讲这投入的治水预算有发挥它的效果。所以我都搭底伫滞洪池。再来我要甲大家讲诶，你讲前瞻计划伊做伫对，我大家讲有一个最重要的工程，你敢知影讲？即马为着要互台湾的水资源是整体调配的，所以咱即马要打左干线，左干线是啥？就是落水溪的水，甲北干线，北干线是啥？北港溪的水，做一个做安尼来接起来，做这种连通管把它接起来，所以以后咱南部的水，个中部的水，就使做一个调配。就加这个左干线、北干线，甲要甲接起来。这嘛特别预算，这嘛是这个前瞻这内底的预算。这电方敢要出钱？这电方要安怎做？电方也有屏东，也有云林，电方政府讲配合款，就要出，叫屏东出。三个和尚都无水食。就大家和尚三个和尚就大家无水食嘛，对无？再来你来讲，这个闸门水库，伊要甲南华水库要甲伊做一个串联，这叫做珍珠串计划。就是讲以后闸门水库的水，我都含迄个南化水库，就是讲闸门溪加这个南化市的水咧，会用管在接起来，这爱开偌济？20几亿珍珠串计划，这个代志爱做无？当然嘛是爱做啊。像这20几亿，电方敢就爱出就爱自备款。就像讲我拄仔讲的，这种跨区域的，这就是一只无电方的自备款，就中央来啊。你即马电方爱自备款的，就像我讲的，我拄仔讲阮遮的六卡大排，阮的电方的排水，因为阮电方提出计划，你提出计划，你电方这个计划就爱互伊合理，你要怎要求伊提出这个计划合理，就是你嘛是爱出你的配合款，你也当大嘴讲一个足大的数字，你嘛是共款出遐的配合款的数字。委员，那像迄个六卡大排，恁家己管出偌侪钱？你六卡大排，阮差不多咱出偌侪钱？因为阮家己关算是迄个第6级的迄个在信的平等，所以原则上，阮若达中央争取到100块，阮的负担就是13块。1/6啦。差不多差不多1/8啦。1/8。阮算负担较少的哦，因为阮家己40亿你爱开5亿，你嘛是真正啦咯。阮电方嘛爱去做一个配合，这就是叫电方的配合款。你电方的配合款嘛分真侪种啦，工程咧，
吼，伊的配合款就较少。啊，你若勘察是征收的，哦，迄地方配合款就诚济，爱到50%。哦，意思讲你地方你要人征收一块，所以你要互我钱，我搁惊呢。哦，对啊，要互伊钱，你家己嘛爱准备啊，所以这就是要互你地方的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嘛。你袂使讲我家是为着要来中央争取，为了争取而争取，按你自己地方不付出。好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大概一个权力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啦。是，陈委员，你来讲恁宜兰县的这个情形，还是还是讲这个前瞻计划对你来讲，哦，那边，你爱家己出足侪钱恁玩。不是啊，我来讲啦吼，这是一张迄个总表啦吼，就是咱这届迄个前瞻计划1到3期的一个总表吼。啊，但这个从这个总表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咱看出来吼，6都内底吼，嘛是算起来真正是高雄较侪，差不多占1/3啦吼。啊，大多蔡委员讲的这个部分吼，我嘛来做一个研究。其实伫地方来讲，像我最近咧做会刊嘛，我打开始接委员尔，啊，就爱选举啊，但是咱嘛是爱服务爱做嘛。洪水路啦、大排啦，拢爱去看。洪水路伊是一定爱去看的哦。啊，讲实在，阮镇吼依然是安尼啦，县长是蓝的吼。啊，这个乡镇长吼，大部分是蓝的，吼啊，有几个是我们绿的这个乡镇长吼。啊，我咧走的时阵，我确实吼有一个感觉吼，糟咖绿的地方的乡镇吼，咱的更是，尤其在水路方面，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吼，我来讲真正有小可有差吼，有差。啊，比如讲一条水路吼。啊，我也可以说有些那个乡镇长也执行度较好，就像都委员讲的，有的爱去。但委员你若去讲，伊敢你唔是拿的啊？啊，唔是啊，所以阮即摆开始，我嘛是刚开始接触这个。啊，你若出手，因会插你呗？啊，就是协调会大家开始，我要看到结果，我才要一道插。看你咧回答袂知，应该有听你的话啦。无啊嘛是爱预算爱编出来，啊有一寡代志是安尼啦，县政府这边嘛是要一寡配合款，就像迄个咱蔡委员讲的。要出一寡。要出，而且还有按照这个所谓的项目比例啦，啊，还有一个是地方的这个信债比。对，这个还是有在调型无。啊，所以有时候还有一个部分的是讲咱。提计划的能力其实还是有差啦，哈，你提出来了嘛是爱跟中央这边来做一个配合嘛，哈，啊，所以我刚时啊自筹款吼，对地方来讲确实嘛是一个压力啦，讲起来是安尼，伊嘛想要建设啊，吼，啊，但是伊嘛有一个顺序啦，吼，啊，所以像我是感觉像老师讲的是真好，像这届吼，迄个审计部吼，其实是做一个足好的迄个检讨报告啦，我咧看是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也是讲就事论事来讲吼，咱这受理刚讲到一大堆，因为一般民众我是听了是较无啥，但是吼像大多迄个议语讲的吼，咱的这前瞻这个建设内底吼有8个项目嘛吼，啊这个8个项目内底吼，照这个执行率来看吼，其实我家看起来最倒数2项吼是这绿能建设甲咱的少子化的部分，吼，而且执行率差不多6成甲7成安尼啦，吼。啊，我感觉这个部分才是咱要提起来看的部分。啊，这个地方伊要好好。对啊，无错。啊，所以我是讲，这届这个讨论就像老师讲，我感觉这是最好的一个开始啦，吼。讲实在，你这代志伫咧立法院内底，虽然我拢有咧夹到，但是大部分的人无咧了解啦。因为受理的代志对大家来讲，实在是有较歹看，嘿，比较困难一点啊。但是我刚这个因为来开始讲了，各项物件拢会当拆开来看啊。比如讲到治水的部分啊，吼，啊，咧轨道建设的部分，像绿能建设的部分，我都看到迄个审计部都有写的，就讲咱能源局为了提升这个海洋科技产业这个自主的这个研发能量，吼，来建制这高雄的这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啦，吼。啊，但是吼，伊写来就讲啊，这内底就先起了吼，闲置空间有较济，吼。他也是很如实的做一个检讨，伊袂讲伊是执政党，也这个审计部文官系统对，我觉得他们是很负责任在做这些。啊，我刚才就带来检讨，包括伊讲伊个离岸风电的产业发展目标都有待检讨改善。啊，伊这个诚实豆沙包嘛，我讲伊审计部的诚实豆沙包，所以咱大家摕起来看，这个预算，我是感觉就事论事啦，像迄个曾总召吼。讲迄要讲删掉下黑哈，我感觉迄是政治的一个动作啦。但是讲实在话，咱咧看这个建设甲这预算吼，
它适不适合放在所谓的特别预算？我刚刚让盖位嘛，现在回归它的本质，哈，来检特工一案的使用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地方一般其他的公务预算是不是就可以做了？还是说一定要编一个特别预算来做使用这样子？这我就要来请教蔡老师哈，也是同款，就是讲到底债务这项代志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吼是债务愈少，吼用钱较保守。那有的头家人吼，我知影有的大头家是伊了真即个公营讲，我一世人毋捌欠钱，无去甲银行借钱，吼我做生意拢用现金，吼啊嘛有的人讲，我做生意拢去甲银行借钱出来做生意，我来捧钱水才会活，到底应该是安怎来想？是，我嘛要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拄下党委员讲到的问题。我拄要讲审计部吼，其实这件大家若真正咧质疑，讲咱政府做假小，过去的文管系统安尼做，审计部拢审过啊，爱出来回应的，毋是财政部，应该是审计部。吼，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是讲，你毋通卡袂住了讲人做假小。你要有证据，你唔通讲哦，你做假小，啊你拢无证据，啊即马政府提出这个数字啊，你甲无法度针对这个数字来讲，你这个数字是唔对的，你这个数字唔是安尼貼。我嘛，你若真正有做研究，你得爱针对问题，好好去回答问题。我嘛，这是咱要迈向一个正常国家爱做的代志。第二点就是讲，一个国家到底会当有债务无啦？会使减钱。啊是讲你敢若看到伊讲，咱讲的绝对的数字。债务遐悬，你就感觉这个国家有问题，但是你拢无去看到伊整个的债务占到伊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生产贸易已经咧降价啊！吼，所以咱要看这个问题。今仔日若我吼去银行借钱吼，借2000万吼，你可能感觉可能就已经赔出了。但是你若一个足大的大头家去银行借20亿，借200亿，啊，你讲这个大头家伊借200亿，比这个蔡明芳借2000万继续济，啊是你讲蔡委员，啊是当委员去甲银行借2亿。蔡老师，你负债比足悬的呢？你若讲去讲绝对的数字，我的数字算比因继续好，对无？因拢上亿的，啊我敢若2000万，我借200万尔。但是咧，凡是因的收入已经比我继续悬的啊，所以占到我的收入来讲，这比率若是低。代表我有法度还钱的能力就继续悬的嘛，对不？因为我的所得都有够遐，所以我去参人看人一件人啦，一个月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金额，人爱付20万，我若敢若讲我付2万尔，人20万人一个月还税人的收入是2000万，啊我若2万呢，我一个月收入还税是5万尔。对我来讲，你若看绝对的金额来讲，当然你会感讲迄个人借钱借足济。但是你若看比率来讲，这个比率是我的比率较悬，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我要讲的就是讲，台湾的经济，咱不可否认的就是讲，伫这几档，特别是2018年，即马川普又甲想要甲登来参选美国的总统啊，伫2018年，迄个川普去对着中国的这个贸易制裁开始，啊，到科技的管制，确实互真济厂商已经刷登来咱台湾啦。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台湾的经济，佮加上伫过去咱的这个疫情控制了较稳定的情形下，咱的出口是真悬的，是表现了真好。所以有赚钱啦。是当然有真个人去批评讲啊，你这个出口吼，拢是伊外出口，你的国内需求拢无咧顾，这另外一个问题。吼，因为咱若无这个出口倒来，总价总是有赚啦。对，咱若无这个出口倒来，咱的需求嘛是无法度起来啦。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咱台湾整个趁钱的国家有法度去趁钱的能力，厂商的能力拢变了，叫做强的。无像咱的国外厂商拢想要来咱台湾来设厂，所以我嘛伫这个情形下，咱才有法度讲会继续去有这个借钱，啊来这个治理这个国家，整个咱的这个债务占咱整个经济成长的这个贸易吼，已经咧降价，这是咱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我感觉爱特别强调。所以讲，毋是讲你一个国家拢袂当借钱，其实咱为个想要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伊就是靠借钱安尼变大尾啊。
少钱变大买。对，所以老师，咱顶摆你会记得咱咧讨论讲，这个超收，这税收有6000亿，无应该啊，应该摕去还钱，还是摕落掉来做其他的物件。但是因为立法院大家就讲，一人来分来分去。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讲的吼。伫2009年的时阵，伫咱即卖国民党的主席咧做伫行政院时阵吼，咱的税金吼，咱是减收哦。减收的意思讲，我今年按算我会当收遮济，结果真正扣入来扣无遐济，他减到2500几亿。伫2010年，即个税收吼减到44亿。咱今年咧查讲旧年吼。因为财政部拢一直用迄个理讲，我甲你超收嘛。但是咱若有甲伊理解起来，迄毋是叫做超收，迄是讲我今年我即个月我按算我趁5万尔，结果我对我的统一发票吼，我对着1000，我等于甲阮某讲，我即个月趁5万过1000块，迄1000块是无伫我按算内底向加出来。我过去无感觉讲经济好即就行。所以经济好即个型的情形下，我的营业的所得税变了加足悬的，我的营业税变了加足悬的，安尼是好还毋好？当然嘛是好。但是你若甲你的税收吼，你若按算会法度收入的，参你要真正收入的吼，你若变成讲过去迄个减收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发生讲我本来按算要开的方向，我讲找无钱。今仔日我若一个较无负责任，我按算讲即个月即条钱一定会入来，结果袂入来，我就爱开始去甲其他的即个金融机关想办法累钱，去甲阮朋友累钱，迄是偌痛苦的代志。是啊，所以安尼一个国家的财政会稳定吗？这绝对是袂稳定。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来用即种较简单的观念来讲吼。咱就有法度了解到讲，这个问题严重性伫对。若咱真侪立委拢感觉讲，咱国家的债务，若真正像大家讲的讲，执政党甲这债务欠遮济，安尼是毋对。谁啊？你伫旧年年底的时阵，伫今年年初的时阵，谁啊要叫政府出来发现金？我感觉这是头壳歹。所以大家若想看卖来讲，你毋是讲债务拢足悬的，其实你若去领现金，你嘛是甲。未来恁子孙的钱摕来即马开互掉呢？你敢有比即马大家咧讲的这政府有较好，无较好？你咧做共款的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冤有头债有主吼，咱有真侪物件的原因，咱拢爱讲好清楚，较有法度来解决问题，绝对毋是卡袂着就讲你债务要留你的子孙。你毋是今年年初你较领现金，对啊，6000块呢。大家拢毋知影讲这6000块，就是你摕你子孙6000块的钱来的，安尼你是毋是爱摕去向政府讲，拜托你毋通甲我这6000块的债务留互我的子孙，还是讲留互我未来我要做一寡即个年纪较大的老大人，咱需要一寡中照的即个服务，你拢无法度做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立委吼头壳爱较清楚的啦。我是感觉讲，咱爱好过，因为我感觉今仔日两个伫咱现场的立委眼界拢较深啦吼。就那像咱公共电视一直咧坚持的这个精神，我是感觉讲，咱爱甲问题爱看清楚，好好啊讨论，安尼咱较有法度，互咱国家的钱用伫对的所在。是啊，这我要请教蔡委员吼，蔡委员。咱以你家己官所在吼，若是恁要偏预算，应该是爱对各部会，除了讲爱跨区的之外，应该去甲各部会来叫伊偏伫即个经商门正常的预算再来嘛，应该是安尼嘛。无毋对啊，就是讲咱看咱的总预算的时阵吼，伊有足济吼，有计划沿用。就是讲过去咱有啥物款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做了真好，每年的继续，这就有时有一些计划会沿用。但是每一年度总是会有新计划。你有新的 idea 咱有一个新的 idea，idea 要达落实，当然就是需要钱嘛，吼，这种做现实的。所以就是讲，在于这个年度的一个预算里面，哈，咱事实上每年总预算的编列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案，好，要来提出。唔得，你也在总预算是安尼。它因为每一个部会拢已经每年度大概就是多少预算，
啊，你讲好，我有新的计划，啊，所以我这个部会，我农业部需要得较侪钱的。啊，你甲农委会，你啊行政院争取嘛袂介济啦，因为伊就是这个摊库嘛，啊，这个摊库讲好，我今年度我水利署爱较济咧，啊，你要水利署要济，就是爱别位减咧，爱大家部会爱减落来，啊，别个部会要减落来，伊嘛无爱互减啊。所以在总预算咱要去做调整的时候，总是有困难，因为每一个部会有他的本位主义，伊大家拢会感觉讲我有介济。就算讲你是执政党的委员嘛，是爱搞。当然啦，因为每一个部长拢有伊要拍拼，大家要做有大家的目标嘛。好啊，所以这个时阵行政院长就真重要，伊就必须要去做好啊，做一个控管。佮讲吼啊，好，咱的总预算今年2条。啊，这个2条我要怎分配？我感觉讲，即马台湾拼经济较要紧，所以我爱打我较侪预算放伫经济部。啊，也是讲，因为台湾的交通即马当需要一个足大的整合，一个足大的提升，所以我交通部我就爱编较侪预算。啊，你若要编较侪预算的部分，你相对别个部会的预算爱减落来，吼，爱减啊，无法度减落来的状况要安怎？啊，就是特别预算，吼，就是变成讲好，这案独立出来，就像讲。地水的预算，水利署永远你编的遐永远嘛无够，吼，你啊总预算你水利署无够，所以咱为过去甲即马，咱针对地水的这部分一直拢有拢放伫特别预算，拢有特别预算咧处理，吼啊，无这特别预算差不多，饮水的所在差不多拢汪洋一片。啊，所以这地水预算确实嘛，吼，这个特别预算，地水预算是救了足侪人的性命甲财产。但是委员，即我。歹势甲你拍断了，就是讲，啊，就长年性拢有在做地水，是安怎？咱无爱做一个讲经常问，互伊即个水利署的钱，每年会通较重的，啊，就好好啊来做，是因为金额伤大甲无法度，或者是讲因为跨区域，所以一定要用特别预算。跨区域嘛是有，吼，这个地水的部分，钱伤大，吼，钱是较大的部分。啊，再来就这部分，你也要用每一档的迄个年度的落差太大，吼，嘿，落差大家会抢，吼，大家抢无够，大家抢，主要是惊大家抢啦，大家抢啊，吼，这是大家抢啊，你着看特别预算嘛是抢，吼，因为预算就是安尼嘛，啊，大家啊，所以你看实际上行政院咱学到这的事务官啦，吼，你看大家管期安尼抢，吼，啊，你到每一年你得做决算，每一个县市。伊差不多所争取的，和去年比起来，嘛相差不介差不多嘛差不多安尼啦。你着这几档啦，唔免怀疑啦。这个吼，这几档啊，你当然每年练出来讲，哦，嘉义县哦，虽然伊是执政党，伊有加一数啦，唔得嘛无加介济，吼，有较加寡。啊，所以这就是讲，咱这个较脆康啊，你吼，嘛袂嘛是讲较脆康。你若讲以阮善官来讲吼，中央的钱来拢是大补完呐，吼，迄拢是吼，啊，你若对六都营仔市来讲吼，因可能会感觉迄较无啥，吼，啊，你若讲吼，阮遮会六都的是大家对中央预算，大家是真正抢哦。好，啊，唔得，你最后你看起来，事实上它在调配的，你的话到调配着在一定的一个水平，好啊，这个水平就调配的。啊，唔就这个文官就跟你讲，早起3粒，暗时4粒，啊，有人甲你换到早起4粒，暗时3粒，因为控管啦，就是我要对地方政府补助啊，会到一个上限，好，啊，袂得互你得突破。所以这就是讲，咱的做财政，咱的财政官员的时候，因就是讲，第一个就是中央统筹分配款。啊，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中央统筹分配款，你这个管期你有偌济贡献，你贡献大，你当然就是摕较济回去。好，啊，你统筹分配款分了尾去发现，哦，好，大者恒大，小者越小的时阵，这阵就爱靠补助，好，靠补助，中央政府的补助，让小的人可以慢慢也可以壮大，袂使小者的很小。所以统筹分配，基本的概念就是安尼。这道理真好理解啦。咧 NBA 咧选秀的时阵哦，上买手的拢有当是优先，有当选头坎的啦。是啦是啦，啊，我买手吼，我感觉嘛是爱要强调一个啦吼，实际上台湾吼，台湾过去以来啦吼，咱伫这个咱的政务、咱的控管，一直伫世界拢算是一流的啦。啊，这唔是讲即马尔，过去嘛拢表现了袂歹，所以咱拄啊讲是40%是咱台湾家己定的哦。咱家己定迄个总在线的一个上限，这咱家己定哦。你若讲40%吼，你来看韩国51，德国69，中国迄边71，美国128，日本上厉害262，吼，等于2倍，2倍6。
啊，台湾的迄个2001年这个标的做吼，啊，即马已经降落来27，所以就是讲，咱台湾是实在债信，咱这个总控管的债务吼，这个吼来33都降来27，控管了真好。啊，大家要注意哦，这几档来台湾的外汇存底还是每年节节破新高。所以阮即马讲的，蔡英文确实伫这几档有把台湾的经济换了好无？我想数字的讲话啦，啊，你就看到蔡英文之前的数字真正讲出来的话，就表示做了好。啊，你怎讲伊咧做假笑？我感觉讲哇，这对遮拍拼吼，那对拍拼的台湾人，对遮的公务人员，把这些数字整理好，啊，你讲伊做假笑，情何以堪啊？这我会在3位吼，咱头仔讲到差不多30-40分、40-50分了，我有一个理解，观众朋友也会理解，讲其实哦，咧操作这个财政啦，咧拨预算是文官系统吼，咧做这个操作。那么尤其他都委员也提出来，迄2001年的这个资料嘛，对，2001年。啊，其实这长久以来嘛，经过哪个的政府，咱的文官系统嘛是真稳定咧做这个预算的分配，吼。啊，而且有当时少拢是差不多啦。刷来我要请教的陈委员吼，委员在恁吼，恁这立法预算小党，对啊，吼，但是恁要来争取这预算的时候，有当时嘛要协商嘛。系啊，有当时嘛要协商，对着这协商，尤其特别预算吼，恁在民众党的这个立场顶头，恁甲国民党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敢有共款？而且是讲，在民众咧讲的话，你有认同吗？我想吼，这个在野，但是呢还是不同党啦，吼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嘛是咱家己的立场啦，我是较爱看数字啦，所以逐项代志出来了，我就摕数字先来算看卖吼，这是现在安怎？大主席嘛讲啊，讲这蔡英文来在唱这个预算，比如啊，甲这个唱伫这个特别预算内面。所以我讲特别算是安尼吼，我拄仔听2位咧讲，我是感觉今仔这个讨论真好啦吼。主要就是讲，你嘛有听到，就是讲像审计部，而且这迄个文官系统吼，其实因是拢一步一步很扎实咧做这个代志，但是特别预算本来就伊的特别用意伫的。即个我感觉主要大家开始讨论是因为安尼。就是讲，咱用的这物件是不是一定要用伫咧这个项目？吼，除你若像 COVID-19 这大家会当理解嘛，对无吼？啊，像迄治水这，我着讲治水这条的，因为这台湾地方吼，其实是一个足好的议题啦，吼。啊，这特别预算的框法是安怎框咧？毋知？伊即摆是先一条钱出来了后，吼，啊，因为像大迄个议员讲的，咱的各部会的写计划嘛，吼。啊，进大概吼。部会，尤其是特别预算吼，上礼拜的时阵吼，1-2千亿拢安尼薄薄啊一点点嘛尔吼。啊，当然咱会搁继续甲咨询下去嘛吼，问讲啊，伊这钱不如讲你这个农田水利署你是准备要安那吼花这个，比如讲即改这个疫后这100亿，你是准备要安那给它花下去哈啊，一样是有各县市抢的问题啊，一定会有这个比较是大城市跟我们这个非6都的部分嘛哈啊，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是觉得像迄个框列的部分哈，比如讲农委会也当先改几挂价位，这个其实是可以事先规划。如果这是登记，咱拢想要做的代志。这来扣你立法委员。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是从不分区哈，被专程区域的这个过程，我才发现哈，这个钱哦其实是。各个地方的分属吼，农田水利署是刚改制的嘛，对不？啊，因嘛知影讲啊，这水路内底有倒位，可能过去拢无钱人处理，这个有一个疫后人出来处理，对不？啊，所以这改出来了，我感觉嘛是花了一点时间。我讲实在，我也追了将近1-2个月，他才把那个整体整理出来。我讲我最简单，你甲宜兰的水路要迄个要修，你感觉爱修，你也先摆互我看。这也要花点时间，但是我感觉第一届署长甲我讲的时阵，伊讲无，这我拢已经早就有的物件，可是真正整理出来是要花时间，所以我是感觉讲伫管理顶管，比如说这个特别预算，咱就是感觉讲治水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我还是觉得这个可以讨论是不是一定要用，嘿啊，爱精进，不一定要你要到特别预算，那一般咱就通来做这个代志嘛。如果这个是因为
为咱台湾嘛是这些水路爱处理啦。我感觉讲这个是这一次大家可以讨论的。如果它整体来说，伊就是有这无够好的所在，也这个程序监管虽然拢讲有行政院，然后上立法院讨论，但是我感觉伫行政文官体系内底吼，其实也当这个规划，对，不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计划在的，真要提出来的时候。卖互阮感觉立法院要讨资料、要看物件，咧才粗着，会当较有路的啦。是，哎，蔡老师，我是感觉，拄则若听两位委员咧讲起来吼，大家已经慢慢咧讲，这毋是做假设的问题，可能是伫讲特别意思，谁那会当安尼变。但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长久以来政治环境的问题啦，因为其实过去我会记哩瓜市长吼，伊咧做市长的时阵，伊当当选时阵，伊嘛是讲，以后伊若做市长吼，伊要甲所有咧乌遮的道路的吼，要甲扣规工，扣一段时间。但是尾啊，咱咧观察，其实嘛是无法度扣起来，也就是讲，伫现实的执行上，可能会拄着一寡问题啦。啊，总是大家若会当重视遮个问题，不管是预算，还是讲咱遮个公共建设的问题，我感觉这拢是真好的。啊，我是希望讲咱有确实的数字，咱较讲确实的话。啊，唔通乌白卡袂着，安尼抹，这对着一个国家的成长是无帮助。总是爱整合起来吼，迄钱才是绩效。